葵涌貨櫃碼頭嘅罷工已經進入1星期。呢個碼頭有一半係由李嘉誠轄下嘅和黃公司所壟斷。和黃透過轄下嘅子公司 HIT 國際碼頭公司呢，透過長期呢個外判制度，將提升工人嘅責任同埋待遇推得一乾二淨。長期以嚟，進出口業都係香港主要嘅經濟支柱，而貨櫃碼頭嘅運作有依靠貨櫃碼頭裏邊嘅工友辛勞同埋辛勤嘅工作。貨櫃碼頭嘅工作環境其實非常之惡劣，亦都係好高危。工友喺裏邊係需要喺高空塔上面工作，每日佢哋嘅用膳同埋大小二便亦都可能喺高空塔上面進行，甚至需要24小時返工。喺8號風球嘅時候，亦都要當更，睇到好多貨櫃隨時會跌落嚟嘅危險。面對咁嘅高危同埋惡劣嘅環境，貨櫃碼頭嘅外判商不單止冇俾佢哋有合理嘅回報，而佢哋10幾年嘅人工仲不單止冇加，仲反而減少。事實上，今次事件非一日之寒。貨櫃碼頭嘅外判公司自97年開始10幾年嚟都冇加過工友嘅人工，雖然工友提出，亦都覺失望告終。最大嘅問題係我哋而家嘅勞工法例對基層工友嘅保障係非常缺乏。就算佢哋組織咗工會，但係由於喺97嘅時候建制派廢除咗我哋集體談判權，令到今次嘅工友唔能夠透過組織、透過工會嚟到有效爭取呢一個嘅談判，以發展到今日大罷工嘅事件。HIT 嘅總經理仍然表現出一副置身度外嘅態度，拒絕同勞方嚟到談判。雖然勞工處有介入，而日前亦都10幾名工會同埋工友代表係去到勞工處嗰度同外判商嚟到展開談判，但係等咗2個幾鐘頭之後，仍然只係得一個外判商永豐到場，而開唔成呢個談判嘅會議。工潮發展到而家，已經並非一件簡單嘅勞資糾紛，而係涉及香港重大嘅公眾嘅利益。梁振英嘅政府係應該積極介入，促使勞資雙方嘅談判。可惜去到今日，我哋聽唔到梁振英有任何嘅回應，而張建宗亦都因為事件發展到多日之後，先表示會作出跟進。民協認為外判工作唔等於可以外判應有嘅道德同埋責任。民協全力支持 HIT 外判工友佢哋嘅罷工行動。我哋會喺我哋各個地區嘅辦事處擺放罷工基金嘅籌款箱，希望你都可以支持。撐工友，撐罷工，撐到底。